咁我係呢條村長大嘅，咁啊50年代尾出世嘅。我全名係陳國祥，叫我阿 Sam 得啦。咁我另外一個角色咧，就喺80年代初嗰時咧，就都成立咗福利會啦。我爸爸佢哋，咁我都係創會其中一個會員。咁就而家係呢條村嘅808江板田村民福利會嘅副理事長，係啦。咁就呢條村嘅村務我哋都要參與嘅。我就本身就喺呢條村土生土長嘅，咁主要就個歷史就大約有70幾年到啦，超過70年。咁我就冇咁大年紀啦，主要都係我爸爸早年喺石硤尾1953年大火，冇居所，所以入嚟呢度住嘅。政府當年都派傳單鼓勵啲市區嘅人嚟呢度開荒，咁由呢條村就咁開始啦。咁我爸爸搬嚟，我依稀記得佢講咧，呢度係得都唔夠10戶人嘅啫，得幾戶人嘅啫。咁啊，早年嚟到呢個位置咧，成個山都係光禿禿，咁啊冇，即係都冇乜草嘅，主要都係松樹咯，啲山松咯。咁咧就最早年嘅時間咧，就生活艱苦嘅佢哋。咁咧就係主要都係務農啦，種下菜啊，養下雞啊，養下豬咁嘅嘢啫。男人就即係男人出去做工啦，多數做苦力啦。咁啊女士就喺屋企，因為當年生好多細路嘅，10個8個閒事噶啦。咁就喺屋企照顧小朋友之餘，養豬同埋務農咯。咁啊呢個50、60年代係咁啦。因為我呢度咧有個好緊要嘅價值，即係我覺得就係睦鄰關係好好，人與人之間嘅關係。我係早年係夜不閉戶嘅，咁隔離鄰舍都好認識，大家家家戶戶同埋會互相幫助。你冇乜嘢嘅，可能冇啲菜啊，咁佢可能俾你種菜啊嘛。咁你有肉嘅，可能大家交換咯，甚至乎一齊食飯都會嘅，好多時都會。咁呢個係好難得嘅，我哋呢條村嘅價值咯。咁喺我嚟講咧，就唔希望呢度會遷拆啦，因為呢條村咧，我覺得係有一個保留嘅價值，因為而家好似我哋呢啲咁嘅非原居民村咧，係買少見少啦，加埋今日北部都會區咧都發展得好快，咁好多村都會淹沒。咁日常生活之間咧，如果本身大家有困難嘅，咁如果認識咗大家頭先好似話交換自己煮食嘅嘢啦，或者種植啦，咁其實裏邊可能突然間我本身我條村有個識水電嘅，咁屋企突然間其實個蘇掣裏邊有啲昆蟲入咗去，令到佢跳掣，咁嗰個人咧識嘅，咪幫佢做咯。我哋條村有個咁嘅人，咁好多時都揾佢嘅。咁有啲人可能對燒焊熟嘅，咁啲地方爛咗就互相幫助佢同翻整翻間屋咯。咁當然佢哋唔會收任何錢嘅，最多可能請佢飲餐茶咯。咁呢個其實咧係一個好好嘅睦鄰關係咯。咁住樓我唔係話冇呢樣嘢，但係可能有業主立案法團啦，又要揾管理處嗰啲咯。咁呢條村因為冇管理處啊嘛，咁即係呢個其中一個我見到嘅事例咯。咁就都譬如打風嚟啦，咁啲樹好大棵噶嘛，要修剪噶嘛，你揾政府嚟嘅做嘅都等好耐。或者嗰棵樹係入屋裏邊嘅，佢就唔會處理。咁我哋村民與村民之間就互相幫助去處理咗呢棵樹，或者將危險或者搭電線嘅鋸低佢咯，減少佢個危險性咯。即係呢個其中一啲活生生嘅例子。呢條村即係帶俾我好多好多嘅嘢，即係3言兩語講唔晒。咁啊，最感恩一樣嘢就係我本身咧就係我喺度出世啦，我喺呢度。村農村同埋村下邊一間小學讀咗書，有2間小學，有間我冇讀過幼稚園嘅。其實808村有間平民學校嘅，有間幼稚園讀嘅，已經淹沒咗啦。跟住咧輾轉我就曾經做工作，咁咧我就成個大帽山我管理過大帽山，咁係咪好感恩？咁而家仲喺條村度住喎，咁我覺得即係都唔知要講乜嘢啦，已經。即係呢條村同埋上天對我不薄，咁我覺得即係希望有生之年可以
就將呢個正能量啊，村嗰個文化歷史傳統咧，可以帶多啲俾我呢條村嘅人啦，荃灣嘅居民啦，最可以的話全港啦，甚至乎推廣國際啊咁。